来讲，目前这个餐饮业反这个无薪假的员工超过3000人。台中海线开火锅店的业者讲，去年是第一期禁止内用，伤害较小。今年虽然是开放人客入门，但是煞无人敢来上门。嘛唔知影这波疫情，这个长期抗战，就要持续到什么时阵？ 无薪水休假的劳工，一要16640个人，干餐饮业就超过3000人，和头家心头拢真无奈。今年的疫情跟去年的差别，就是去年是短短的2-3个月，短短的时间，然后就过去了。对，今年的话是变成长期抗战。业者讲，就算人客包装去处理有较增加，不过因为商品大抽成，加上做后用量变济，和成本增加。其实原物料不断的在涨。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内用的比例其实是下滑很多的。外带虽然有上涨，可是双平台真的抽成抽得很凶。面对这一波疫情长期抗战，业者讲无趁生活会得过就好，嘛希望这波疫情赶紧跌落来，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